我們常常沉浸在成功的時刻中。當我們在工作中升職、考試取得好成績或買了一套漂亮的房子時，我們的心充滿喜悅。但有時候，我們會認為這份喜悅只是屬於我們自己的，會說這是因為我很厲害。當朋友為我們慶祝並送上禮物時，我們甚至會更驕傲。但大衛卻不一樣。在《撒母耳記下》第5章中，大衛知道他的成功來自神的手。希蘭王送來的木材和工匠不僅是禮物，更是神為大衛和他的百姓預備的工具。那如果我們也這樣思考呢？如果我們的成就和那些幫助我們的人，其實是神賜給我們的禮物呢？大衛建的宮殿不僅是一座建築，它是神應許要藉着大衛堅固以色列，帶領他的百姓走向平安的象徵。這故事指向一個更大的畫面。聖經說，大衛的王位在耶穌裏得到了完全的實現。耶穌建立了一個永恆的和平國度，他以愛擁抱我們每一個人，邀請我們進入神的國度。大衛建的宮殿預示着耶穌為我們建立的屬靈之家，一個充滿愛與公義的群體。現在，讓我們回到我們的生活中。每天我們都很忙，在工作、在家、在學校中建立關係、安排時間。我們常常覺得必須靠自己完成一切。但如果像大衛一樣，我們能注意到那些幫助我們的人呢？同事的建議、朋友的鼓勵，甚至陌生人的一點善意，這些也許都是神賜給我們的禮物。特別是當我們與來自不同背景或信仰的人一起工作時，如果我們相信神能透過他們工作，我們的心就會更寬廣，生命也會更加豐富。我們也可以像大衛那樣生活。當我們使用自己的才幹、時間和資源，不只是為了自己，而是為了與人分享，讓世界變得更溫暖，我們的生命就有了真正的意義。耶穌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捨棄了一切，他呼召我們活出愛與公義，一起建立神的國度。建設更美好的世界，是從小小的行動開始的。對同事說句溫暖的話，幫助鄰居，傾聽他人的故事，這就是把神的國帶進我們生活的方式。今天，通過大衛的故事，讓我們記住，我們的成功、我們的幫助、我們生命中的每一刻，都是神手中交織的結果。無論我們在哪裡，無論我們得到怎樣的幫助，這不僅是給我們的禮物，更是神讓世界更美的計劃的一部分。今天就請你向一個人表達一個小小的善意，那一步可能就是建造充滿神愛的家的第一塊磚。讓我們一起走這條路吧。